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赛道上奔跑和努力，希望能够和每一个都在为自己梦想奋斗的年轻人一样，永葆自己的初心。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河南春晚。其实这几年一直有刷到河南出圈的节目，像《唐宫夜宴》啊、《洛神赋》，就是每一个人物都像是穿越了千年，从古画上走下来一样。很多存在于脑海中的那些符号，经过科技还有审美的助力下，都显得更加的震撼。今天呢，我们和越剧一起来到了河南春晚。其实我们也非常期待自己在这个舞台上的体现，期待和河南春晚一起来一场神奇的文化穿越之旅。在参加河南春晚的整个录制过程中，也感受到了整个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的专业，还有他们的用心。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呢，我感受到我自己要更加用心的来对待这一次的亮相，然后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展示出来。只要有机会来河南演出，我们一定会很用心的演好。然后呢，也很感谢河南的观众，不管我们是还没有见面的，或者说我们已经在线上见过面的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。很期待能够跟河南的观众见面，我们马上就要来了。想喝胡辣汤，都吃一遍。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人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赛道上奔跑和努力，希望能够和每一个都在为自己梦想奋斗的年轻人一样，永葆自己的初心，永葆自己的朝气和锐气。我们一起共勉，加油！心怀梦想肯定是美好的，但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途中，一定会遇到很多不可抗拒的，或者说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困难和窘迫。我希望我们不管见过多少极致的黑暗，也要永远心怀光明。只要你相信自己，未来一定有属于你自己的五彩缤纷。小声的花灯来打在你家。